白绝上神重回3界，神尊神威降世，看你还能猖狂几日！白绝，臭冰块，你终究是醒了。可偏偏是在此时，若是被上古知道了，定会骂你无情。哎，你不好好在屋里躺着，跑这儿来做什么呀？别动了胎气，来坐。我在床上已经躺了整整3个月了，无聊的紧，就想着去采点花苞，给你做梨花糕吃。这种粗活我来就是了。来，这是我特意给你熬的红枣汤，这要尝尝。你呀，现在就这样宠他，等他出来之后，还指不定被你惯成什么样呢。他可是本尊一手照看着降世的，本尊要宠他，谁敢说个不字啊？景渊，青木已经很久没有来信了，他不会无故这样的，是不是3界发生了什么大事情？大事啊，没听说。咸阳有其争端。哎呀，我天天在这跟你研究菜谱，哪有时间理会外面啊？哎，后池，这梨花糕怎么做呀？回头你教教我啊。景渊，我在这里出不去，你可否出去替我寻一寻青木？结界在震动，有人闯山。住手！后世上神，我们奉命捉拿天宫重犯，还请不要为难我等。荒谬！我青池宫长坐何时成了你天宫重犯？风染阴司弑杀凤族，血洗梧桐林，天帝下令将他立刻带回天宫。凤族被灭？胡说！风染才不是做此等泯灭天良之事的人。本君在此，看你们谁敢动我青池宫的人！后世上神，今日别说是你，就是古君上神在此也保不住风染。来人，拿下！景渊。妖神，给本尊滚出神隐山！妖神，白绝上神重回3界，神尊神威降世，看你还能猖狂几日！白绝，他醒了又如何？本尊当年不怕他，如今还能怕他不成？滚！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白绝重归3界了？他是。后池，青木就是白绝。本尊还以为你们至少还能享受一段团聚的时光，可没想到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。后池，白绝既然已经觉醒，那这世间便再无青木。